屬鼠嘅你今年特別要留意喎，因為沖太歲沖動不動盪不變化，有遷移外出變化之象，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。咁變化咧就分兩極化嘅喎。首先講感情先啦，感情變化咩意思啊？如果冇感情，要嚟一段感情；如果有感情未結婚，容易結婚或者分手；如果結咗婚，咁唔使問，梗係容易炒大鑊啦。咁你係咪？所以屬鼠特別要留意感情容易變化。咁住屋變化冇所謂啦，因為每一次沖太歲咧有個大號星跟住，所以每年沖太歲嘅生肖咧特別容易搬屋或者買屋嘅。咁我頭先講啦，同第二個生肖都有講噶啦。買屋搬屋其實而家冇乜所謂，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就得噶啦。咁同埋買屋就而家唔使揾方向，因為只有旺財或者旺丁，旺財我就吹丁，旺丁你就可以吹財。咁最簡單，你唔使識風水又唔使識方向嘅，就門旁邊擺個水吹財。屋後面中間位置擺個15個 cm 以上嘅大石春，咁就旺身體。咁無論你間屋旺財或者旺丁都啦，前面吹財，後面旺身體，咁就點嘅屋都搞得掂啦。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。咁事業變化就兩極化啦喎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有任何新機會，可以放膽嘗試，無論轉工又好，又或者想新投資又好，今年成功機會都比較大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喺3月6到8月8春夏天出世咧，可以唔變，打死都唔好喐，因為變咗好嘅機會其實唔係話好大嘅。所以雖然今年屬鼠排第11，感情或者事業都排第11咧，其實就兩極化。秋冬天出世人變好，春夏天出世人變衰。住屋變化冇所謂，職業變化可以。秋冬天出世可以變，春夏天出世可以唔變，千祈唔好變。咁感情變化就聽天由命啦，我都唔知你變成點㗎。咁今年吉星有月空，呢個月空叫逢凶化吉，可以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大號，每次沖太歲個大星都跟住㗎。咁啊頭先講啦，大號代表大破財，所以容易搬屋。咁但係又冇諗住搬屋，又冇諗住買屋，咁點算啊？自己主動用一筆錢，用一筆錢唔係代表破財喎，可以買嚿金都好啦，買嚿金我都用一筆錢都可以擺屋企啦，係咪？咁仲有天哭，天哭心情唔好，有時容易喊啦。咁如果咧係分咗手嘅，咁啊梗係容易喊啦，或者咧結婚咧都可以喜極而泣都得嘅。咁仲有叫歲破，歲破即係頭先講嘅沖太歲嘅意思，冇乜特別，個意思已經講咗啦。同埋沖太歲特別容易筋骨手腳損傷喎，因為今年叫做子午相沖，而係筋骨手腳、手指背脊受傷。損傷月咧，農曆5月同11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，所以屬鼠今年特別要留意筋骨手腳受傷，同埋揸車容易撞車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11月可以少啲揸車，或者嗰兩個月揸車盡量小心少少啦。咁屬牛嘅你呢，雖然今年財運排第10幾實又唔係咁差嘅，不過排來排去冇人咁好咁解啫。因為今年你屬牛呢，叫太歲傷害，除咗犯太歲、沖太歲，你都叫做犯太歲嘅一種，咁都叫做所以排你第10就咁解啦。咁其實咧丑午傷害就好輕微，好輕微，小嘅是非有時我自己都會忘記㗎。咁桃花方面咧，反而可以排第4喎，因為今年嚟講原來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差得咁緊要嘅。咁一個排第10話人緣唔好，一個桃花排第4人緣好，咁即係打和冇所謂啦。因為今年咧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咩叫霧水咸池桃花咧？雖然冇咸池桃花咁重，咁但係都叫有桃花，咁人哋見到你樣都會順眼少少嘅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點解排你第4桃花咧？因為今年有2粒有力嘅吉星，叫做龍德同紫微，最有力嘅貴人星得有力貴人輔助，所以財運雖然排你第10，係你比較執到第10啫，所以唔使灰心，唔係咁差嘅，稍有是非咁解啫。咁當然咧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，如果你嘥秋冬天，雖然排你第10咧，你財運其實咧，如果2025係上緊，其實26、27其實一路係上嘅，上升軌跡之間。咁有時啲人咧，2022到2027有啲22開始好，就27會停啦。咁如果你發現你25先開始好咧，其實呢個運咧去到2030咧先至會慢翻落嚟㗎。咁但係如果你嘥3月6到8月8咧，無論你遲好或者衰好都好啦。咁其實而家呢幾年咧都係特別衰嘅年嚟嘅，因為有啲人22開始唔好，有啲人25開始唔好。咁你發現你25先開始唔好咧，一路係30年前都要慢嘅。所以無論你22開始唔順利，25開始唔順利，去到呢個26年咧都係特別唔順利嘅年。所以記住，屬牛如果生喺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所有嘢係宜守不宜攻，尤其是工作方面可以唔轉就千祈唔好轉。咁感情方面其實冇乜特別要留意嘅，因為今年叫做太歲爻合。如
果係有感情，今年繼續發展都係唔錯；如果冇感情，今年又有霧水桃花，如果識啲已經相識嘅人。不過霧水桃花日易聚易散，就未必係真桃花嚟㗎。咁借呢個霧水桃花咧，可以俾自己人緣好啲。所以如果成日做嘅嘢要交際應酬接觸人咧，咁啲人緣都提高一線㗎。咁吉星有龍德紫微，咁凶星好大紮，其實完全冇乜用㗎。好似暴敗天加六害、歲殺天殺、吞陷提二殺，全部冇乜特別嘅影響。所以其實今年只有吉星而無凶星。屬虎嘅你12生肖之中財運排第2喎，因為你今年係財運年，只不過因為你冇兔咁好啫，因為兔係桃花年，咁你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即使財運年都咧可能要樣樣親力親為，乜都靠自己努力把握。咁財運年嚟講，如果你嘥秋冬天一定係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你嘥春夏天到啦，都係因為財運年而提高一線嘅。咁啊財運年咧，對呢個上班一族就冇乜幫助嘅喎，因為上班一族唔會突然間一個財運年多咗錢噶嘛。咁財運年當然排第一對做生意有幫助啦，排第二對自顧多勞多得嘅人有幫助。咁但係最直接一定係做生意㗎啦，因為做生意去到財運年咧，財運年有時唔係話越勤力越多錢㗎嘛。你唔同自顧係要多勞多得，係用時間去揾錢。但係做生意可能突然間接到筆大生意，哇！一單生意可能頂你1年都得啦。所以屬虎今年咧排第一係做生意嘅人，排第二咧就係自顧一族，最冇乜特別幫助咧就上班一族啦。咁上班一族唯有希望今年公司業績好，年尾有個大利是收一收啦。如果呢個都冇啊，今年就冇乜希望噶啦。咁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凶星都唔使驚，凶星得一粒指背啫。咁指背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咁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，話明督你背脊，你又唔知邊個喎。咁你唯有自己行得正，企得正，盡量唔好有破綻俾人督就得啦。咁今年財運排第2，桃花咧就排第7啫。因為你屬虎嚟到呢個馬年咧，叫做太歲三合，合都代表感情係穩定嘅，所以感情方面今年冇乜特別，唔係桃花年，但係感情比較穩定，有就繼續有，冇就繼續冇。如果冇咁點算啊？唯有留意桃花月啦，因為你今年桃花月咧就農曆6月同12月呢2個月係重桃花月。咁如果單身你又唔想再繼續單身落去咧，就唯有等呢個6月同12月啦。但係今年把握唔到啊，都唔使驚喎，因為2027羊年係你重桃花年啊，所以最多等得1年啫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屬兔嘅你簡直正啊！因為財運排第1，桃花排第2。點解咁正啊？因為今年係財運年，又加埋係天喜桃花喎。咁有桃花本來已經交際應酬人緣好，對事業已經有幫助㗎啦。又加埋財運年，更加提高一線啦。咁如果你嘥秋冬天出世就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春夏天出世都唔使驚，頂得住頂得住嗱。財運排第1，桃花排第2。即使你上班一做到啦，有桃花，人哋見你個樣順眼啲，你做嘢容易順利少少啦。如果收入唔穩定嘅自顧或者做生意人啊，更加容易傾得成生意。所以咁樣財運年係唔錯，桃花年係唔錯。如果你單身嚟到呢個天喜桃花咧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冇紅鸞咁重啫，都容易認識到一啲可以發展落去嘅感情。所以咁你要把握機會啦。咁如果你諗住今年結婚或者懷孕咧，天喜桃花都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嚟㗎。咁你屬兔咧，尤其是個桃花月咧，去到呢個5月同11月仲重桃花月，咁其實全年都有桃花噶啦，只不過特別要把握5月同11月重桃花月咁解啫。咁今年吉星有天德，天德逢凶化吉，能發凶星之力。咁天德同月德都一樣嘅，因為天德同月德都係心慈報復心少，咁報復心少自然怨行少，怨行少就少結怨，就自然係逢凶化吉啦。咁仲有福星同福德貴人星，雖然福星福德普通貴人星，咁有貴人星都好過有小人星啦，係咪？今年有桃花星，又有逢凶化吉嘅星，又有貴人星，所以星又唔錯，排位又唔錯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捲舌，捲舌要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咁呢個都冇乜大問題啦，因為始終你桃花年，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可能轉頭人哋都唔記得咗，嗌完交啦，可能轉頭又和好啦。無論男女關係又好，朋友關係又好，或者公司同事關係又好，今年咧即使有嗌交嘅少少鬥嘴都啦，其實問題影響就唔大㗎。咁同埋今年有披麻，披麻唔係披麻戴孝嘅意思，披麻你多啲留意長輩身體啫，因為屬兔去到馬年其實又冇乜特別大相沖㗎。咁長輩其實幾時都要留意。
意㗎啦。尤其是我呢個年紀啊，你個年紀就可能冇我咁嚴重啦，因為我呢個年紀啲長輩大部分都係好似咁啊，趌下行㗎啦。咁你都要留意長輩啦，尤其是長輩一跌親你就好大鑊㗎啦。所以咁你屬兔唯一要留意長輩身體，多啲關心佢，約佢食飯，其他就冇嘢啦。屬龍嘅你今年終於回歸平淡啦，因為2025咧你係重桃花年，咁喺2025重桃花年，如果把握得到或者結咗婚懷咗孕就 OK 啦。如果2025重桃花年都冇行啊，你要檢討下自己啦。咁係究竟係自己眼角高定係冇交際，完全唔出街，所以識唔到人呢？咁但係即使2025識唔到人都唔緊要，因為2025個重桃花會延續到2026嗰個春天嘅，所以春天嚟講，你屬龍都仲可以把握機會，除非你好享受單身嘅生活，咁就唔使把握啦，係咪？有啲人唔中意拍拖噶嘛，我都有個男仔朋友唔中意拍拖嘅，佢係拍拖煩得滯，所以你無論男又好女又好，如果你唔中意拍拖呢，唔使把握桃花，淨係睇事業就得啦。咁因為屬龍今年嚟講咧，事業排第6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感情就排第10，事業排第6。咁感情方面，如果你唔中意有桃花都冇辦法啦。如果中意有桃花咧，除咗春季可以留意咧，都要留意呢個係農曆4月同10月都係重桃花月嚟嘅，所以春天跟住延續到4月，4月過咗仲有個10月啊，都仲可以把握嘅。咁事業方面今年嚟講都 OK， 因為今年吉星有天解解神，逢凶化吉，能發空星之力，同埋有8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8座地位提升咧就對打工有幫助咯，因為今年係比較容易升職年。咁升職同運氣就冇關係嘅，升職就睇入係升職年，即使你生喺春夏秋冬好運或者衰運都啦，其實嗰個機會率係一樣嘅。反為做生意今年地位提升咧，只係有利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。如果你係春夏天出世咧，咁你容易有名無利。咁有名無利都唔緊要嘅，先打好個名氣。咁因為你春夏天出世嘅人咧，係去到2028到2033就輪到你嘅運氣啦。咁打好名氣地位，咁28到33再進攻都 OK 嘅。所以今年個8座，如果係行緊運，當然勢如破竹；未行運到啦，先打好個名氣，咁名到嘅利就自然會跟住嚟㗎啦。咁空星有咩？空星係血刃，手腳容易受損傷。咁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又唔係犯太歲，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損傷年。咁你少嘅血刃星咧，可能行街撞親隻腳啊，切嘢切親少少嘅手指流少少血啊，就唔係咩嚴重意外損傷嚟嘅。咁如果你唔放心咧，都可以喺自己犯太歲、沖太歲月份，農曆3月、9月可以捐嚟洗牙化解都得嘅。咁仲有個星叫做浮沉，咁浮沉都啱嘅，因為桃花排第10，嗰個財運排第6，咁都叫中游生肖浮浮沉沉，又唔係上得好快，又唔係話跌得好快。咁但係始終春季因為有桃花餘氣，都有機會咧睇高一線嘅。咁尤其是做生意嘅人喺春季嚟講，盡量把握機會啦。屬蛇嘅你今年桃花都唔錯喎，都叫排第3，因為今年係戊水桃花年。咁雖然冇紅鸞天喜咁好啦，咁戊水桃花都叫做有桃花啦，係咪？咁你未有拖拍嘅戊水桃花，都叫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做生活多啲點綴下啦。如果結咗婚，好穩定嘅感情，呢個桃花都叫化為人緣，對事業都有幫助㗎。咁所以呢個桃花嚟講，一般嚟講啲人成日講咩三角關係，我成日講啦。因為桃花同人緣咧同一個宮位嚟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定力唔夠就變桃花，你定力夠就變人緣。咁其實好多時候睇自己，唔好乜都賴風水，又唔好賴個命啦。有時自己都有機會自己出問題嘅。咁同埋今年有個星叫墨月星，咁墨月都有利地位提升。所以今年如果上班一族有地位提升嘅星，又有桃花星，老闆見你個樣咧都順眼啲。即使公司裁員到咧，可能財政你都覺得你順眼啲，留你喺度啦，都冇咁快輪到你嘅。雖然今年財運排第7。就冇咩大嘅突破，平平穩穩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秋冬天，今年咧應該都係順序一路上緊嘅。咁如果你生喺春夏天，今年都係要宜守不宜攻。如果你發現2025已經好慢，咁2026更加慢啦。因為你2025係犯太歲，好棘手嘅。犯太歲容易影響情緒。如果犯太歲加埋你春夏天出世，又已經心情唔好，運氣又唔好，事業又唔好。咁你犯太歲咧就唔係即刻過嘅喎，因為我成日講咧，每年情緒會延續少少嘅。咁如果你發現你而家仲受呢個情緒影響，要提醒自己，因為有機會延續到整個春天都受負面情緒影響，盡快脫離呢個負面情緒，踏上呢個今年桃花年。咁如果你因為2025犯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呢個咸池桃花就更加要把握啦，因為分咗手就喊得一句句，即使有啲霧水桃花。
咁都叫做 OK 啦。又或者咧，原來戊水桃花拖到過咗呢個2026，拖到2027咧，就假桃花就變真桃花，所以戊水桃花未必一定係即刻嚟即刻走嘅，拖到就可以延續嘅。所以今年桃花年又有蜜月星，有你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？有亡神喎，所以銀包啊、鎖匙啊、手提電話啲今年容易唔見。亡神係自己忘記咗，所以記住今年私人嘅嘢要留意。咁仲有粒凶星叫做病符，病符係小疾病，但係你屬蛇咧，即係春天要留意啫，因為春天你都受犯太歲影響，都有機會體質麻麻地嘅。咁但係落到夏天正式受桃花年影響，咁你病符就唔係話好嚴重嘅。咁就天官符，天官符都係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呢個細嘅問題，呢個天官符只係影響春夏天出世嘅人，秋冬天出世嘅海人完全係唔使理都得嘅。肖馬嘅你今年犯太歲，不過唔使咁快驚住，因為2025咧你係桃花年，咁2025桃花咧有時會延續到今年1月、2月，尤其是2月仲係你嘅桃花月，所以如果你桃花年都冇成果嘅話，咁今年2月咧都可以把握機會啦。咁但係入到馬年要留意咯，因為係犯太歲喎，犯太歲係一個好奇怪嘅年，好難講好或者唔好，因為犯太歲就不如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，我哋嘅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咁喜事得兩種嘅啫，唔係結婚就係生仔，如果又唔係結婚又唔係生仔，又拍緊拖，如果犯太歲嘅年又要有啲危機咯，容易分手嘅機會啦。因為犯太歲咧，尤其是36同48，容易悲觀負面情緒，諗到啲嘢都冇晒出路，咁你情緒有問題都會影響感情噶嘛。24歲嘅你仲要特別留意添，因為24歲咧容易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如果結婚就梗係開心啦，如果分手啊真係喊得一句句，咁就應晒你犯太歲啦。咁仲有犯太歲特別有損傷嘅喎，因為犯太歲每年有劍鋒伏屍跟住嘅，劍鋒伏屍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11月先係捐血洗牙化解。咁吉星都有嘅喎，吉星有金貴同埋將星，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太差嘅。金貴係財帛有利，容易儲到錢；將星係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上班一族屬馬嘅咧有地位提升嘅機會。咁當然啦，一定係3月6到8月8嘅人咧就要守啦，因為春夏天出世人咧要等到2028先係你嘅運氣。咁而家行緊運要把握機會，即使犯太歲多啦，有新機會可以放膽嘗試，就係生喺呢個8月8到3月6，秋天冬天你嘅馬年咧就可以把握機會放膽嘗試，唔好受情緒影響就可以噶啦。屬馬嘅你雖然桃花又排第12，財運又排第12，咁其實就冇咁差嘅。我成日都講啦，運氣點都要睇翻你係春夏秋冬咩時間出世，秋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去到2025到2027真係有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排第12係咩啊？就3月6到5月6都唔係太差，5月6到8月8啦。記住宜守不宜攻，所有任何機會唔好嘗試。即使目前份工唔好如意都啦，頂住，最快要等到2028嘅秋天啊！咁感情方面咧又唔係12咁差嘅喎，因為犯太歲咧容易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如果你感情空白嘅咧，反而容易嚟一段感情啊，所以唔使驚。如果拍開拖又未諗住結婚，先要留意啫。屬羊嘅你喺2025叫做爻合，咁嚟到今年仲好啲喎，因為羊同馬合，咁你叫太歲相合，衝代表動代表變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嘅事情比較穩定。咁即使你係春夏天出世，運氣麻麻地都啦，因為咁你太歲相合都容易貴人輔助。如果你秋天出世咧，仲更加好。當然排第一係冬天啦。咁咩叫冬天啊？排第一最好運咧係11月7到3月6呢批，排第二咧8月8到呢一個11月7。排第3咧係3月6到5月6，咁最唔好乜嘢啊？梗係5月6到8月8啦。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兩年你人緣運都好，今年人緣運仲好過2025嘅，所以今年嚟講雖然話運氣麻麻地啫，咁但係守住唔好轉工，又或者好想轉工咧，做一份壓力冇咁大，人工冇加到嘅，或者人工減咗咧，咁就可以個人會情緒輕鬆少少就可以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咧，又唔係話太差，因為財運方面咧其實你就排第4嘅，所以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始終太歲相合咧。
除咗呢個桃花生肖之外咧，就差唔多到你噶啦。咁喺桃花方面，當然又排第5都係唔錯啦，因為合代表人緣好啦嘛。如果你拍開拖嘅，咁繼續可以維持落去，結咗婚咧，感情今年係唔錯嘅。咁但係如果未有感情今年唔係桃花年，有機會嘅情況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唯有就把握個桃花月啦。咁如果你今年桃花月農曆1月同7月，睇下桃花月把唔把握到咯，把握唔到都唔使驚。你下個重桃花年幾時啊？2028等多1年啦，1年之後你聽我呢個係可能等2年之後咧就重桃花年啦。咁仲要你今年吉星有太陽男貴人之助，所以頭先講啦，如果打工嘅咧，上司係男人，拍檔係男人，原來都係對你有幫助嘅喎。咁所以今年一味黐住男人就得啦。咁仲有歲合就太歲相合，頭先講過啦，合就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啦。咁就攀案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？有天凶，天凶計劃而成凶。咁我講過好多次啦，做人唔使有計劃，最叻嘅係見一步行一步，能夠解決眼前問題先有用嘅。咁但係有個晦氣就棘手少少啦。晦氣咧，若俾人雞會接爆棚，明明傾好嘅咧，又容易俾人甩拖喎。譬如你做保險或者地產，明明個客聽日簽㗎啦，點知俾人截胡喎。所以如果你要簽約嘅話，記住啦。跟緊少少，漏夜都去佢屋企樓下等佢簽咗，你先翻屋企啊！屬猴嘅你真係冇乜嘢講喎，因為排位嘅時候咧又唔係太好，其實又唔係太差。咁因為桃花同埋呢個財運都排第9，點解排第9咧？唔係你差，係冇人哋咁好咁解啫。咁屬猴咧，咁咧唯一一樣就係驛馬年喎，有驛馬同埋又容易有外出公幹周圍走嘅機會比較大。所以如果你屬猴係驛馬年咧，搬屋周圍走或者諗住去個長嘅旅行或者俾老闆派咗去公幹咧，咁今年咧嘅發生情況就機會比較大嘅。咁除咗吉星有驛馬咧，凶星有粒孤神喎。我研究過啦，孤神同驛馬咧成日湊埋一對嘅，咁點解咧？如果你外出公幹唔使問，心情有時覺得孤獨咧，因為外邊又未必有朋友噶嘛，有朋友梗係開心啦。如果冇朋友咁孤孤獨獨，夜晚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瞓覺梗係有個孤神喺度啦。咁財運方面咧，佢又唔係話太差，都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天出世，所以今年屬於比較平穩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嘅咧，有新機會依然可以放膽嘗試，尤其是今年驛馬年有新工，其實可以轉或者搬屋，其實都啱一個時間嘅。咁如果你夏天出世，當然啦，有得守就守，千祈唔好喐。萬一冇得揀要喐有心理準備，轉咗工或者轉咗職位咧，都未必話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尤其是如果今年升職，你就棘手啦。衰運升職點解咧？好運就轉好工，衰運就轉衰工。好運升職就皆大歡喜啦。咁衰運升職有咩結果啊？原來人工多咗少少，壓力就大咗好多，可能晚晚做到11點都唔出奇啊。所以今年屬猴嘅你，宜守不宜攻。雖然有驛馬年，個人好想喐，咁旅行冇所謂啦，搬屋冇所謂啦。搬屋因為我成日講揾呢個風水好就得啦。咁但係而家風水都唔使揾喎，因為而家2024轉咗9運之後咧，佢又冇旺財旺丁，又冇損財傷丁，得2種方向嘅啫。因為旺財唔旺丁，又旺丁唔旺財。咁旺財嘅屋咧就利收入唔穩定嘅人，旺丁係利收入穩定或者退休人士，旺丁係利身體，旺財就係利錢，好簡單啦，係咪？咁而家揾屋最要注意乜嘢啊？廚房、廁所唔好對任何門，尤其是廚房，唔好大門對廚房，唔好廚房對你個房門，呢個實病嘅呢個風水大忌。除咗呢樣嘢要留意冇嘢特別要留意啦。哇，屬雞嘅你，哇，今年賺喎，因為2025咧叫太歲三合，所以人緣已經好好噶啦。今年仲紅鸞桃花添喎，因為紅鸞桃花除咗男女關係之外，人有啲識諗咩紅鸞星同有分隔機會。咁但係好多人已經結咗婚啊嘛，咁桃花有咩用啊？紅鸞桃花係正桃花，亦可以化為人緣嘅，所以今年人哋見到個樣咧都會順眼啲嘅。我成日講啦，有時你見到喺街個人覺得佢咁樣衰嘅，咁其實佢未必唔靚仔或者唔靚女嘅喎，佢就係冇桃花，冇桃花人睇個樣咧都好似唔係好順眼嘅。咁有桃花就啱啱相反啦，平時覺得佢唔係好靚仔靚女嘅啫，今年都會覺得靚啲嘅。你又話佢整咗容，又話佢打乜打乜，其實就唔係，其實就桃花年睇落順眼少少啫。咁呢個紅鸞桃花仲係正桃花喎。如果你單身
星嘅咧，今年容易發展到一段可以發展落嘅感情，就唔係霧水桃花嚟嘅。所以單身嘅咧，屬雞你要積極少少。如果拍開多想結婚咧，紅鸞桃花、紅鸞星動你都聽到啦，係咪？紅鸞星動其實結婚啊、生仔、懷孕其實機會都比較大㗎。咁紅鸞桃花其實百利而無一害，咁好少話變咗你嘅三角關係唔同咧，咸池霧水桃花。所以紅鸞桃花正面嘅咧比較機會大嘅。咁除咗紅鸞桃花，就有太陰，太陰係女貴人之助。咁上司拍檔下屬女人咧，今年都容易有幫助，所以咁你一於黐住女人。咁除咗呢個太陰紅鸞吉星咧，仲有個空星，空星係陽刃喎。咁陽刃其實又唔係好空嘅啫，陽刃有時忍耐力唔夠，容易發脾氣。咁好彩你又有太陰，又有紅鸞，間唔中發下脾氣，人哋都會原諒你嘅。所以咁啲桃花排第一，咁財運都排第三喎。咁點解紅鸞桃花財運都排第三咧？因為有啲生肖係財運年，咁你唔係財運年，你係桃花年，咁有桃花間接對事業都係有幫助嘅，所以排你第三其實都唔錯噶啦。嗱，咁吉星咧就有太陰紅鸞，空星得個陽刃冇所謂喎。咁如果你再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咁今年又加埋桃花年，有任何機會要放膽嘗試。即使你未入大運都咧，有時流年運都係再進一步嘅。咁如果你知道入咗大運，唔好猶豫啦。可能你留意好多年都想轉想轉又唔夠膽轉，今年立定決心就去走去轉啦。咁即使你嘥3月6之後8月8之前呢幾年運氣麻麻地嘅，但係因為2025係太歲三合爻合，咁都有貴人輔助。嚟到呢個2026咧，又重桃花年，又有人緣輔助，咁就算跌到咧，可能都跌慢啲，或者守住個手勢都唔會跌得快嘅，所以屬雞今年係唔錯嘅生肖。屬狗嘅你今年唔錯喎，雖然話桃花排第6，財運排第5，係只係你冇人哋咁好啫。其實唔係話中游生肖咁差㗎，因為今年馬年你屬狗咧，叫太歲三合，因為人五戌，五同戌係合嘅，咁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，所以屬狗今年比較穩定，無論感情、事業或者住屋都比較穩定，所以今年有大變動機會咧，相對就比較少嘅。咁今年有地解同埋三台兩粒吉星，咁地解係逢凶化吉，可以壓制凶星嘅力，咁三台咧係有你地位提升。咁點解排你第5、第6咧？因為咁多個生肖之中咧，你係凶星最多嘅一個。咁凶星係一個枝節嚟嘅啫，因為我哋首先都要睇翻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，即使咁多凶星到咧，佢都係一個小嘅是非，都係向前邁進嘅。咁而家3月6到8月8咧，呢個凶星發生嘅作用就比較大啦。所以記住，好運嘅人咧，吉星力大，凶星力細；唔好運咧，凶星力大，吉星力細。所以記住，好唔好運個吉凶星有唔同嘅演繹辦法㗎。咁如果你生喺3月到5月6，要特別留意咯，因為今年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官非、是非、人事不和。咁官非是非，好多人係咪亂抌垃圾啊、食煙唔啱位置啊、抄咗牌唔記得俾錢啊，咁原來呢啲都係官非嘅。咁仲要啦，仲有個五鬼，五鬼係小人星。咁小人你都冇辦法啦，呢個世界周圍都人都有小人㗎啦。咁你唯有唔好理佢啦，因為我成日講啦，小人一般都可能成就唔夠你好，能力唔夠你好，跟住職位唔夠你高，佢又眼紅你。咁呢啲人你都避唔到㗎啦。咁仲有粒星叫做華蓋，咁華蓋心情有時覺得孤獨，唔係話好開朗。咁華蓋咧就有利藝術嘅。如果你做藝術創作嗰啲咧，華蓋就有用嘅，因為華蓋為孤獨之星，又係為創作之星。咁創作通常都係孤獨㗎啦。咁如果你寫書又好，作曲又好，你見唔見啲人都係3更半夜夜媽媽喺度寫嘅，或者走出公園一個人喺度坐都得嘅。所以呢個華蓋咧有利藝術，普通人咧就覺得孤孤獨獨，唔係好開朗啦。屬豬嘅你，雖然感情、桃花同埋財運都排第8，咁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嘅，因為屬豬嚟嘅馬年咧，我哋叫做太歲暗合，暗合係咩意思啊？有暗中貴人輔助，咁你屬豬比起2025一定好好多啦，係咪？因為2025你係沖太歲，尤其是如果你生3月6到8月8呢個沖太歲，一定唔會好事啦。如果有改變或者轉咗工，一定暫時唔會好順利。咁但係如果相反，你生喺你8月8到3月6，
因為2025轉咗工之後咧，今年有機會再進一步，所以今年嚟講人緣係唔錯嘅。雖然排第8，咁桃花方面咧，今年就冇乜行啦，咁亦都唔使有行啦。因為如果你2025衝到結咗婚或者懷孕，咁今年唔使有新桃花啦。除非你2025衝太歲分咗手，咁就喊得一句句啦。咁分咗手咁點算啦？唯有睇月令桃花啦。咁月令桃花今年3月同埋9月咧都要把握下嘅，因為有時月令桃花把握得到咧，今年咧都比較容易維持落去，因為今年係合嘅年啊嘛，合嘅年咧亦都有機會發展到比較稍為穩定嘅感情。咁當然今年桃花咧就好輕嘅，同人哋今年桃花年就冇得比。不過咧冇希望之中，都睇下啲月份咁解啫。咁你下一個桃花年啊，好似都有排，哇，好似成4、5年後啊。你呢幾年把握桃花月份啦，係咪？咁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。咁其實月德天德咧，其實唔係正式逢凶化吉，因為月德天德係報復心比較少，心比較慈悲。咁你報復心少，自然怨恨自然少啦。怨恨少，結怨少，就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啦。咁凶星有咩啊？有劫煞，因朋友而破財。咁因朋友而破財，如果好老友嘅，你又如果借錢俾佢，就預佢冇得還都得噶啦。咁希望出年有得還啦。唔老友嘅得唔借就唔借啦。總有個死符，死符係小疾病。咁但係因為你屬豬，咁你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冇乜特別。咁呢個小疾病咧，就要留意風水嗰啲每年大病位、細病位，你識化解就得啦，係咪？灰地氈6個5毫子啊，音樂盒啊，掛鈴啊，咁化解咗大病位、細病位得噶啦。咁一大病位、細病位喺大門就冚家都病，喺廚房冚家都病，喺你個房就你個房病，記住化解。仲有個小號叫小破財，小破財冇乜所謂，就你平時好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就趁機用一筆錢買咗佢啦，咁又可以應咗個破財，又可以買到心頭好，咁都 OK 嘅，係咪？所以你3粒凶星咧，劫煞可以唔借錢俾人啫，死符小疾病留意今年病位得啦，小號就自己買中意嘅嘢就得啦。